各位街坊請欣賞，哇！呢啲景觀冇人唔中意吧？咁樓下咧就60萬平方米個中山公園嚟㗎啦。咁樓下咧仲有呢個河流啦、石拱橋啦、小橋流水涼亭，以及呢個小山丘。呢度望出去成幅畫咁靚啊！遠少少仲可以望翻呢個海景啦。右手邊咧就係呢個香港大嶼山啦，左手邊咧就係呢個深圳嚟㗎啦。嚟入屋睇下先。嗱，咁呢間屋嘅一個格局咧係佈置得非常之靚嘅，橫廳嘅設計咧，所以顯得整體嘅空間咧亦都係非常之大嘅。呢啲吊頂天花、中央空調全部都係交付標準啦，以及食飯嘅地方放張圓台完全冇問題。呢邊咧做咗 U 型嘅一個廚房，包括全部都係交付標準嚟個。嗱，3件套都係用這個老闆大品牌俾到大家嘅。咁再睇下啲房間先，咁呢邊咧就係細蚊仔住嘅地方啦，整體空間咧亦都係非常之大嘅啦。再睇翻你個女住嘅地方，咁呢邊咧就係呢個乾濕分區嘅洗手間啦，旁邊咧就係3邊落床咧，整體空間亦都係非常之足嘅。最後就睇下呢個主人套房嘅位置。步入式嘅衣帽間啦，以及呢個乾濕分離嘅洗手間啦，整體空間靚珠亦都係非常之大嘅。然後呢度咧就係呢個3邊落床，整體空間夠晒啦，放一張 king size 嘅大床，完全都係 OK 嘅。嗱，各位朋友仔，如果感興趣嘅，記得私信我啦。